家，我们在豪华酒店里度假，拍了没有？拍了拍了。走步的时候，人家是这样走，人家是像个小鸭子。因为我在啊，我来人当中没人看见，那么我说谁那100码人才看得见在那嘿，为了引人注目。今晚我今朝我要杀杀你了，洋菜在里边送来分灯啊，还有同个浴缸好高哟。啊，太得力气了，叫一个么呢？来，你当一句一句。这个我当然说了的，好呀，这个意思啊。谁在说？你出去吧，我有朋友在。啊，不能看女人啊，不能看的啊。我难为人家。哎呦，不带进饭碗，你来看哪？那个水追不起来个啦。一进来，到你下头个很乖哇。现在叫搬进来看看，来了做啥？我这手机都发得了呀，送来分，一张手机高头吓人高。啊，看家我走了出来到哪里？哎，我半夜扛起来的，再不来人可怜呗。谁上头3点玫瑰花瓣，还得光只加奶，或者加上2个金子。还有一只芬兰老水桶，讲究是真的讲究。来了阳台上看下去，树的塔侪是别墅，那个侪是金山江南的乡下角落头。7、80年代，当农民伯伯添置鸡蛋、精神喊粮票的辰光，估计做梦也不会想到，40、50年过后，伊都会得拥有眼门前的一切。一到烂地方来吃早饭吃。今晚还得个么子多得嘞，眼睛也看好透，非得吃啥么子好的。你弄得倒得来危险些，你自个上班。啊，快来看这个。哎，阿姑姐，对，80头，那海头外头一毛188块，你一斤的，本本也吃上来。哎哟，不得了噻，还在。对，2只盆子的还。哦哟。当心挖跟斗，不得了子。吃1斤3吨自动车的本也吃出来了，我别数来打，天天来抢这里。今晚我今朝也没吃的。在这把中饭吃完了，打道回府，咱们2个各取所需。我到一个地方呢，有2个队呀，浴缸里泡澡，这里当早饭去。今晚第5本领得来的。第4本。哦，第4本啊，哦，大家多收这本不好意思。哎，这个好黄碗。好的，那个这个20头摆到角落头。来再看见一个面堂金粉红，吃了还心痛。下趟吃自动车有什么？角落头谁看有的？尤其也是角落头个地方，现在真是看不到。那下趟吃到红山日想的2样本来不搭嘎个么子，谁哪联系了一来？现在我得呢，金饭碗小代姐。哎，讲起搿个也是服务员，服务员。想起来在收忘记个一个同事，我顶头上司，恶得不得了。真啊？老出去还有追贼。还是不想追起的。哎哟，这个追还不是自家的问题，金口银口不是自家的狗口。昨日买套，今朝看套，雨过风顶。那现在一个船个来龙去嘛啊，南宋辰光岳飞得了风都亭死脱子过后，岳飞啥个？你怕这个不再讲，历史下头个蜀军谁带套里下来？是怎么讲的？中午，所以我家军谁是讨五名的祖宗。礼拜1、礼拜2去来一个地方了，今朝们去来一大太地。你家底下来个谁是天堂的范围？所以要感恩啊。非洲的说法谁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？对。隔空散落，年近看尽，啥个意思讲？想当年不是他好球，他才还爬上去的。几百年来还分有么子脱下来玩？回家之谜，下趟有机会再来研究。